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4月2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2篇25节到31节，阿摩司书第8章第1节到第7节，使徒行传第8章第1节到第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作为。祈祷无一定得到上帝的回应。有的时阵，毋是照着祈祷的人所期待的时间啦，甚至毋是照祈祷的人所期待的方式啊，甲结果。咱时常爱提醒兄弟姊妹，伫祈祷的主人毋是咱，祈祷的主人是上帝。如果祈祷完全照祈祷的人的方式去要求，那安尼咱就爱问讲，什么人是主人？假使咱的祈祷无符合实际，上帝可能袂接受啦吼。如果咱的祈祷的需求未到，未时间到，上帝甲咱调整迄个时间的次数。耶稣基督常常讲，我的时候未到。如果咱的祈祷的祈求的方式毋对，上帝会调整用伊的方式来进行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讲上帝的工作有伊家己的方法啦。如果咱若要用迄个英文来了解，就是 God's work or God's way， 上帝的工作还是上帝的方式。或者是咱会当搁进一步，甲这两个放做伙，就是 God's work in His way。In God's way， 上帝工作是照伊的方式，先知就应该真明白上帝的旨意甲方式。但是呢，伫圣经中间，约拿却是一位故意违反上帝旨意的先知。上帝方式透过一个物件来甲咱启示。阿摩司先知伫阿摩司书第8章第1节到第7节安尼讲着，果子的异象。至悬的上主，互咱看见一个景象，看见一篮伫热天的果子。上帝讲：阿摩司啊，你看见什么？我应讲，我看见一篮热天的果子。上主就对我讲：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结局已经到啊！我袂阁放因煞。至悬的上主佮讲，伫迄日，强电的歌声会变做哀哭，逐所在拢是迄角的心思，世界点记忆。标题讲上帝的处罚，廉价的吞大善家人，遭灭困苦人的人，着听恁讲。初一较紧过愿通来卖5国，安息日紧结束，愿通开市买卖，通用势的斗，无用诚实的秤锤，用诡诈的天秤骗人，通用银买善假人，用一双鞋换困苦人，用歹的麦仔卖互人。上主针对以色列的骄傲立誓讲，因所做的一切，我永远记重点。上帝用异象来启示以色列人要拄到的歹运。虽然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，但是因为因背离上帝去压送向的人，压下这的困苦的人，所以上帝就伊的作为就是处罚。用安尼因相款因家己做的歹代来对待因，这是上帝的作为，上帝的方式。咱看见新约伫还未得救，还未领受到呼召进前的保罗，伊迄个时阵的名叫做扫罗。伊是一个迫害教会的人，伊不但迫害教会啊，也真正是大迫害，会通讲是残害教会的手段。扫罗当时是见证着司提反的殉道，
圣经使徒行传记载着伊伫一边见证师弟犯顺道，这是伫使徒行传第7章58节。嘛是因为亲像经文记载，遐个杀手将伊的外衫交予一个叫做扫罗的少年人，是毋是咧预表工作的交棒？所以咱伫使徒行传第8章第1节到第8节，就看到继续的记载，扫罗伊迫害残害教会。圣经讲扫罗迫害教会，同迄日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真大的迫害，使徒以外所有信徒拢分散去犹太甲撒玛利亚的各所在。毋过有一寡虔诚的人甲使弟犯埋葬，为了以大悲伤，迄时扫罗下手残害教会，一户一户入去，无论男女拢拖出来，甲因送去关落架。标题福音传到撒玛利亚，遐分散的信徒去到伫各所在传道，为日去到撒玛利亚的一个城，对遐的人来宣扬基督。群众听到非利所讲的话，佮看到伊所行的神迹，就专心听伊所讲的话。也有真侪人互城神附身，遐个城神大声发，对因所附身的人出去。有真侪半身不遂甲骹拜的嘛得到医好，迄个城的人拢大欢喜。虽然扫罗伊安尼压迫教会，但是上帝透过这个事，互福音离开耶路撒冷，传到伫撒玛利亚，透过保罗的迫害人的四线，互福音颠倒公传。这是上帝的作为啦，吼。福音因为安尼就传到去各所在，传到伫甲北边，福音嘛渐渐往边来传播。使徒行传第9章，扫罗被圣神感召的所在，就是伫较北边的这个大马色。这就是上帝特别的作为，上帝的方式。台湾三级教会内的经历。对伫建造1月8开工了后，到4月初3大地动进前，还未通会得到这个开工的许可。那心内有小可得着急，因为对开工日开始26个月必须要完成。看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，开工的许可却拢无消息。但是经过4月初3的大地动，阮的心内感谢上帝的作为，感谢伊照伊的时间。想想看卖，若几个礼拜长，咱已经完全拆掉，地基还未开始挖，若无呢拄着这个大地动，嘛毋知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。就是阮佮决定要照时间。伫4月初9举行开学的感恩礼拜了后，4月初10下晡就传来好消息，开工的许可已经批准了。对整个建定的过程的中间，咱的学习就是明白上帝的旨意，顺服上帝用伊的方式来进行伊的工作。诗篇22篇25节到31节。我要伫大聚会中间称赞你的所做，我要伫敬畏上主的人面头前来写我的愿。善车人会得到巴祝，追求上主的人会称赞伊。愿恁的心永远有活气，地上所有的人拢会记得上主所做的来归顺伊。世上万族拢会伫伊的面前敬拜，因为主权属伫上主，伊是万国的主宰。地上所有的富贵的人，自即临接
敬拜，连得要死、得要归土的人，拢会伫伊的面前跪拜。因的子孙会顺服伊，主的作为会传到因的后代。人会对将来要出世的子民讲，主已经完成伊的拯救。感谢主，多谢耶稣基督用你的方式、你的工，显明你的旨意来带领阮，保守阮，互阮领受着你的呼召，会通甲你同行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